地方放上头来关心高雄寿山是正受欢迎爬山的景点，也毋过这个所在地形有较复杂，民众若是一个无注意，定定都毋知家己踮倒位会找无路。若是会当正确规划家己的坐标，安尼就当把握黄金的救援时间。今年主管处嘛有做一种定位图啊，要教民众安怎找出家己的定位，第一时间回报给搜救单位。 搜救人员上山，因山顶有人找无路，落尾伫岩壁才顺利找到人。来高雄寿山爬山的人数已经破200万人。不过，当年寿山拢会发生20-30个人找无路的案件，去年敢若有14人通报，其中有5人主动回报位置，才顺利救到人。碰到上大了，你咧，下骹遮的数字，就是你即摆所在的位置。 要安怎利用咱手机内底的这个 Google Map 这个功能啊，甲咱家己的这个位置的定位会当报互咱的消防局，也是讲咱的搜救的单位知影，安尼会当提高咱的这个搜救的这个效率。 主管处表示，去年就有一位士大兼在路报案，第一摆也找无路，第二摆由警方定位才顺利找到人，表示通报位置是成功救人的关键。今年主管处制作一种定位高下地毯，平常时会当做地毯手环等等功能。上重要是，若是民众发生意外，会当照指示找到家己的坐标，保证伫游客中心发放。袂歹啊，因为这个时阵，阮若是看这，阮就知影讲，阮要安怎做。真碰见的话这物件杀出来，我会使把我迄个定位发落别人后，别人就再来甲我救安尼。主管处表示，因过山友拢是伫军事管制区找无路，去年军方是加设广播设备，才降低事故发生。今年消防局也推出相关软体，民众伫 APP 内面试落，就会自动打电话予119，消防局也会同时间知影你的位置，来把握救援的时间。记者钟义辉、邱昭勇高雄报道。